新闻头起先来看到屏东东港有一只渔船啊停靠伫咧摩里西斯的港口咧休困，船顶的外籍船员要甲合约要到期的渔港送行，不过因为闹甲伤过头，去互台湾籍的船长去甲阻挡，结果这个渔港起不满，联合起来甲这个船长拍甲受伤。船公司表示，即马已经咧处理这件代志啊，船长嘛有去就医，这礼拜就会回来台湾。 船舱内面几啊名船员和船长理论，气氛愈来愈紧张。常常有人出手拍船长的面，煞来其他船员嘛动手。台湾籍的船长无挥手，甚至被要求回失礼。有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之类的吧？那现在的伤势还 OK 吗？还 OK， 就是应该还是还有点红肿，头部，眼睛这部分。 伫边仔看的船员甲影片抛去网络，这件渔船爆裂事件才互人知影。根据了解，屏东东港籍的渔船正明洋山68号7号停伫摩里西斯路易斯港补给，船顶有几啊名印尼籍的船员，疑似替合约要满的船员送行，伫船顶啉酒相吵，因为不满船长去阻挡，煞动手。 那东港区域会接获渔业署的新闻稿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与船东联络。那船东目前人刚好就在摩里西斯，他可以就近处理。咱这人就是安尼，你对伊好，伊对你好；你对伊歹，伊对你愈歹啦。咱这人啊拢相共啦，你半台湾人也相共啦。 受伤的船长一直in当地治疗收养，这礼拜要回来台湾。其他资深的船长就表示，因为船顶船员的人数较济，不管是外籍还是台湾籍，管理必须要有分寸，避免引起反弹。渔业署是表示，已经指派人员前往了解，而且协助后续的报案，无容忍暴力行为。若是调查确实，嘛会禁止拍人的船员，搁互台湾渔船请用。记者李小文、大兴坤，屏东报道。